隨住城市發展迅速，建築及人口日趨密集，環境複雜，導致諸多公共設施供不應求，物業人手唔夠，且難以管理等問題層出不窮，需要投入大量嘅人力資源解決問題。Celeste 推出智天寶中央智慧監控系統，旨在幫助物業快速有效提高管理效率。智天寶中央智慧監控系統包括智慧攝像系統、智慧門禁系統、智慧能耗系統同埋智慧樓宇繳費系統，搭載手機智天寶 App， 令管理人員可通過手機遠程使用及查看物業配套嘅智慧產品，方便管理者同埋住戶掌握信息，進一步優化物業嘅管理服務同埋住戶嘅居住體驗。智天寶智慧攝像系統通過中央平台即可監控多個區域，喺平台上可查看多個畫面嘅實時監控，支持回放同埋抓拍，隨時掌握現場動態。管理人員可自定義攝像頭嘅巡邏路徑，攝像頭將會根據既定路線自動巡邏，並生成巡邏日誌記錄保存。管理人員可喺後台選擇時間段隨時查看，亦可通過手機 App 查看對應嘅監控畫面，足不出戶即可24小時監控物業內外嘅活動，安全便捷。當發現異常情況嘅時候，會觸發系統警報，並第一時間彈窗提示人員。例如防火門長時間處於開啟狀態，系統及時提醒人員處理異常情況，防患未然。仲可根據實際需求，同時設置多種報警類型，例如車輛違停警報，如果車輛停到違停區域，就會立即報警，提示管理人員及時處理問題，防止車輛亂停亂放，影響秩序。通過平台集中管理嘅方式，提高物業嘅安全性同埋管理水平。如果有訪客到訪，可通過中央平台遠程開門，或者使用智天寶 App 遠程開門，亦可使用二維碼開門，分享二維碼俾訪客，掃碼即可開門。同時，系統會保留所有門禁記錄，方便管理人員隨時查看、追溯記錄，為安全管理提供數據支持。管理者可通過中央系統睇到每個電錶嘅數據，方便管理者遠程抄錶同埋設備控制，減少人工操作，提升管理效率。系統能夠實時記錄同埋傳輸用電數據，管理者可通過大數據分析住戶嘅用電習慣，提供節能建議，促進能源高效利用。手機 App 上同步更新實時數據，讓人員及時發現用電異常或故障。根據物業建築嘅 3D 模型，喺平台上可查看及管理建築數據，做到統一管理所有配套嘅智慧產品，集視頻監控、門禁管理、能耗控制、繳費記錄於一體，提供全方位智慧化嘅管理服務。例如，物業可通過平台查閱用戶繳費情況，快速了解用戶繳費情況及拖欠金額。App 每個月都可發送信息提醒住戶及時繳費，住戶通過手機 App 實現快速繳費。居家即可查詢物業費、燃氣費、水電費、車位管理費等費用，並可隨時隨地通過手機完成支付，無需前往物業辦公室或銀行，方便快捷。使用智天寶中央智慧監控系統，不僅能夠提升安全性同埋管理效率，同時結合 App 嘅應用，讓管理者進一步實現智慧化、便捷化管理。